好，我係柯粉咯。今日我想介紹一個氣球俾大家識，係波板糖氣球。得啖點有呢？簡單到不得了，只要一條氣球就搞掂啦。一條肉靈氣球，放差唔多全部。然之後綁個結，之後剪下佢。嗱，今日我就用試式同大家示範一單式波板糖，遲啲再有啲雙式波板糖。點有呢？好多視頻都係唔同有法嘅。個柯粉咧今日唔知30幾集啦。睇我嘅話咧，就有個水靈嘅波波，有2個嘅縫尾結，2個嘅縫尾結嘅喎。一個，換一大四縫尾結，2個，啱啦。然之後有，跟住係啊，2個縫尾結係固定個的個位2個。跟住就係，有縫尾結啦。嗱，此刻會見到一條片播出嚟，大家應該好驚，因為如果大家睇我呢啲咧，就諗未有個波板糖。然之後放翻啲空氣啦，因為放翻啲空氣啦。然之後一個細嘅環抱結，跟住一個大嘅環抱結，好包住佢，再一個 back 嘅。Back 嘅環抱結，爆咗係啊！有時我係有時候咧，有時拍片都會爆喎。你聽嗰時都會爆。你睇翻你片嘅話咧，就可以無論你大朋友小朋友都好中意氣球啊！我鼓大家，如果大朋友小朋友中意氣球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同埋睇我啲嘢片。OK，呢我同埋嗰啲啊，搞掂咁嘅波板糖嘅氣球咧，可以養個。其實我哋教大家就係養，唔好意思啊，養虎魚式，意式養虎魚式。